神奇的印形狗。露西一直很想要一隻寵物，但他的父母總是說他還沒準備好養一隻真正的狗。一天，他在公園裏玩耍時，發現了一塊小牌子，上面寫着今天就領養一隻印形狗。好奇心誘使他順着指示走，最終嚟到一個小小的攤位前。攤位後面站着一位戴着高帽子的男人。在找狗嗎，小姑娘？他問道。是的，但狗在哪裡？露西環顧四周問。那人笑了笑，說他就在這人。他遞給他一條空的牽引繩，這是 Spot，一隻印形狗。它很活潑，喜歡撿球玩，而且從不製造髒亂。露西雖然困惑，但也十分興奮。他帶着牽引繩回家，假裝自己有了一隻狗。起初，父母只是笑笑，並陪他一起玩。然而，奇怪的事情開始發生了。當露西說 Spot 去撿球，一個看不見的力量竟然真的把玩具帶回來了。當他說坐下，他身邊就會出現一個小小的看不見的團塊，好像有東西坐下來了。Spot 是真實存在的，雖然看不見，但確實存在。露西非常愛他的新寵物，他每天都和 Spot 玩耍，帶他散步，甚至教他做一些印形把戲。未人能看到 Spot， 但大家都能聽到他快樂的汪汪聲。而最棒的一點，他從來不咬家具、爪印。如果你需要插畫板或改編成童話故事風格，我也可以幫你繼續創作。